来看农业部统计，到初三，空雷风台造成的财损超过12亿，以云林县的3亿2千万上济。云林县的农业处嘛表示讲，已经伫初二发文予农业部，建议讲云林县全部项目拢爱提供救助，嘛爱放令用上紧的速度来认定财损。 被强风吹倒的玉米，有已经明显长期无法度收成。农民表示，10月小连续拄着2届的风台，这期玉米的收成量可能敢若剩2到3成。看拢倒了啊，安尼看那无效，就是爱放掉啊。确实很大，造成损失也很大，尤其是玉米。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受到空热风台影响，到初三为止，全国农业产物也有民间设施损失超过12亿，其中以云林县3亿2千万上济，农作物包括玉米、蒜头，也有日基场面积占上济。等它干，爱铲打了后，再来刮，刮偌济算偌济。到4号为止，我们的农损已经高达3.2亿。我们在11月2号已经建议农业部进行云林地区全品项的 天然灾害救助。县府农业处表示，针对这届的农损，农业部已经公告包括宜兰县、花莲县、台东县农产业全品项现金救助。不过目前云林县敢若有四湖乡、口湖乡、麦寮乡、大西乡的蒜头被算在内。希望农业部会当用较紧、较灵的原则，公告云林县全品项救助，协助农民复耕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